伫咧嘉义民雄有一间二手册店，因招中正大学的学生来教弱势家庭的囡仔读册，希望透过学习，或者囡仔嘛会当对因的未来有希望。只要写3对不对？国立中正大学的学生利用无上课的时间来教国小的囡仔读册。民雄这间二手册店为了要照顾弱势家庭的囡仔，办理一个对一个家教课程，才唔拿卖册。册店内底每一个桌啊，拢是学习甲服务的日常。大2的时候，就是学校有跟这边合作，然后就是服务学习。那时候有来，就是觉得很有成就感。在学校听不懂的问题来问这老师，他会用很简单的方式就让我了解。就我感觉这老师都很厉害，很棒。这间册店的创办人，较早是台北市贸易馆的馆长，退休了后，倒来故乡民雄。伊注意到地方弱势家庭囡仔欠缺学习资源，这14年来已经募集训练超过8千名大学生，协助超过2000个弱势家庭的囡仔完成大学的学业。双低是什么意思？家境经济不利的，成绩裸高的才能到我这个地方来。伊这点囡仔简单说，因兜无餐无饭啊啦，甲村人甲帮忙进门，对他有未来有希望。他有问题，他比较会能够去说，你去问这个姐姐啊，他们就是不会有那种压力嘛。从一开始可能不太懵懵懂懂的，然后后面就是慢慢的有看到他成绩或是学习的状况有比较认真了，就会蛮欣慰的。创办人表示，伫家己的民雄、义德、阁有高雄、甲新竹拢有据点，因逐档拢爱开清华班，弱势学生为国小甲高中拢有。目前逐礼拜有超过800名学生甲志工老师，希望会当透过这款免费一个对一个补救教学，用知识来改变善社的环境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